你找过了吗？找过的是，我的这个送，这个头看嘛，还是头到把树的呢，那样，我的呢，早晚的钱，的钱的钱，我的头的嘛，小不要钱。好，那今天所要上的课就是中国大师所造作的初中后善愿，以及它的一个根本本文，以及它的一个注解的部分，做一个讲解。那现在呢，头到马些，但是早晚的钱，但这个钱这个，也都是我的钱这个账，按你这我的头的嘛，这些钱，我的这样子。好，所以因此初中后善愿的本文，它已经有那个注释的讲解文，因此呢，为了一个这个听闻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听懂，所以呢，因此呢，今天开始讲解它的注释。我听到，我听到这些真的比较容易听得懂的这个注释，真的这个做一个讲解。应该都是前面是嘛，这个话，地嘛这些这个上师所那个著作的注释，这个做一个开始。那这人呢，这他好，这个问题，现在要不这边去这些教我说些，那我不如那就不管呀，这对你这样的一看，要完你吧，就是中国吧，这些点评论那么些，因为只能做的做了对是，的确，首先是一个你现在的预告嘛的，这样子嘛，我就那个早晚的要嘛的钱。好，这个你们手上的是一个它的这个根本文，那注释的这个文字还没有翻成中文。这样但是嘛，这东西一些，那个钱的嘛，就都是把那个嘛，有些问题。这个刚刚上师所念诵的区别，先讲是这样，佛教作名文殊忍之五，第二佛陀至尊宗法把广大教主护靠上师尊佛陀加持来源前已尽。那个区就行了，这个呢，上师先这个著作的时候，首先做一个这个礼赞。对了，这个上家呢，就慢慢那些吧，3年吧，讲文的，慢慢这个叫我上我的节目，这个头到爬地，头他爬的数字是要数字起来的，头到爬地给慢慢的现在讲我也没去这些叫我个垃圾，这慢慢出来。公说那么其他到的准备地址，知道吧？头到把送到给那么就到那么给我是，但是那嘛给他说的早点嘛，这现在许多嘛，但是第三个人个都是实际，系统的嘛需要钱。是这样的，在此我等众之无上殊胜导师第二佛陀不随主上师宗光大师所著作的初中后善愿注释文书护主欢喜供养有安置，广大十方刹安度得烦恼摩汉欲摩天子摩等全员战胜的世尊佛者菩萨众，甚至声闻缘觉护法卷等3门虔诚礼敬。所以因此呢，这个初中后善愿的做一个讲解的时候，它的步骤也好，它的层次也好，以这个4种的科判来做一个开始讲解。他们的那么，他告诉你们老师，他的阿里同事就是讲的，这张他告诉你们老师，但你个人是呢，
但是马上是长久知道吧？可能对吧？他把的东西这个高仿，知道这个起来，我听了真的但是呢，我这土大保守给老师好，所以呢，初中后善愿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这个修持承办，这个菩提之果以及这个遍知之果的这个果位，为了承办因此呢，需要一个初中后的善愿的象征。他今天也可能是电子版啊，看他也知道那方式。这个这机器，现在他这个机器，好，这个所以呢，因此为了这个实现到的这样的一个愿景作证，这个做证人的证，这个呢是第一个科判的。现在现在到了准备定性去吧，20几钱。那这个如何实现这个愿景的地设做发愿，这个是第二个这个第二个科判。现在到保守的肯定再来是一个初中后善愿的这个善愿的一个正行。有的呢，这个什么到的到20钱。那最后这个结行的这个发愿者，他跟我那是这个帮我说的。那首先这个可以说这个现世如实其行作证的这一部分他帮我学是那是到的话是叫人那个那个讲究我都有个但讲呢对吧？他把的东西这个可能就是给我刚上了东西，现在都知道日本帮助事件的，对吧？就是叫我现在这个他们些帮助的下去的，我在提起来这个帮助是20，日本平时闹这些事情的帮助是来。这个所以呢，这是一个实现如实其行的作证者，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这个为了一个实现这个菩提之果所发的愿，以及就是我们这个遍知一切智慧的这样的果位一个承办，所以呢，这个实现这样的愿景，请十方诸佛菩萨为我作证，因此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地狱这样的意思。到目的了呀，就是叫现在这个东西差不多是。这个可以说这个是首先对这个顶礼十方一切诸佛菩萨的。现在隐藏就是叫现在这个东西差不多是。你叫现在这个商业的长久什么，我的跑的这个差些他妈的。首先是让诸佛菩萨以及佛子都对一切做礼敬这就叫现在这个他们那个差钱呢，第帮助的下来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他帮助的下去呢，就是这个人呢，他我这个人他叫康什么团结。叫我康住个团结，我的与贴个钱的这个差钱，好吗？第几呢？我的都是第几秒，都是，我现在我的处理。这个对十方诸佛菩萨做礼敬，那做礼敬呢，也是一个这个可以说自己不管是在发愿也好，修持多少也好，不管是一个造作任何的一个这个善根。对一个这个殊胜的这个殊胜的敬，对十方诸佛的，请他们为我做证这意思。是叫康住个这等于交个钱，你交个假设我们都当那个交的就不一样我们不管是造作什么样的任何事情，只要这个首先对这个殊胜的一个这个敬，然后首先做一个供养跟做礼拜的话。这点叫提，这个上头
涂鸦党。这个才能够会有那个所造就的事情的有好的果报。那个桥啊的主要的关键小啊党。再来能够平息这个做事情的障碍。桥啊的狼的主呀，我这个桥啊有。然后做的事情才能够顺利，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差别。这一个人上，马上这个桥扛出来，第好慢的工作所帮助的下面，这个桥才车虽然的，肯定你桥啊的修个一呢，他那个修的了，我的我的这个上不就是同意啊。好，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这个以三宝为作证，然后再来一个做一个礼拜供养祈请，这样的话，刚刚前面所说的一样，做这个事情才会有好的果报。别了下的那岁当不叫如果的了呀，我就说的我就。属的那帮助的下的，叫的叫的修个一呢，你就是给那个叫的修可多的呀，那个另外一手的手机的话，那个就帮助下的上不到的，叫面包的修满了一个，我的这个开玩笑，就好比说我们举个例子。首先，不管是做任何事情，首先以这个三宝作证，首先提醒三宝以作证，以这样做的话，就当天做任何事情，这个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更加的会小心翼翼着，因此也不容易会这个走向不好的坏的事情方面着，所以因此就会有这样的差别与利益。我的这里来着，但。这样子，那我有这个早点的，就是叫我现在就把他们的敲车我是最大的。好，所以呢，这个看一下我们的根本文，首先是这样：敬礼十方一切佛解犯以及佛子等。他敲具是的，敲具给他心，那人家的就会死掉。就是安住于这个十方广大的这样。叫我是的商业的菜是吧？那这个佛解犯就是一个佛的那个名称。假如是肯定就比较的是呢，牛毛的对的，公的对的，那也对了说话，那个你对的叫他们就得改了，你知道？假如是。因为这个佛的这个名称当中有一个战胜的这样一个这个名称叫，因此战胜什么呢？战胜烦恼魔、欲魔、天竺魔等者。加上牛毛他们进来那个开发是牛毛他们去帮我做了，你知道？牛毛他们进来那个开发。所以呢，这个断除一切的烦恼这个可以说远离了一切烦恼障，也因此呢，已经这个证得了断一切烦恼的这个断证。那一般人上，大家听呢，要的求这教啊，现在这个教啊身体，这样听了很多，你这个早了。这个敬礼十方一切佛解犯，那个这边讲的就是佛解犯的。就当过地的，我在车上啊。那这个佛解犯的意思有没有听明白呢？就是叫我是用我们对的叫他们去理解了，我们对的叫他们去帮了，养到了头来，他都有这个那个搞完帮我头来一张，我那就用他们去理解了也是。这个佛解犯就是呢，能够战胜一切烦恼的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获得了这个断证，已经获得了一个究竟圆满的断证，也因此才叫做战胜者。我在这里有的人叫我，他说的叫我是，叫我说的叫我是谁是什么呢？你讲究什么是？讲究什么？佛子呢是什么意思呢？佛子就是一个指的菩萨的意思。
长久生活是干的就是个是呢，长久的生概念，但你假设你这个人了，我听这样的我的我的这就提倡了的呢，长久生活，长久的生活来带来影响，长久生活。好，这个菩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相续中升起菩提心，以及修学这个可以说这个菩萨起心、菩萨行，这个以及佛的行为修行，这样叫做菩萨。这就叫我善良解释到善是呢，善的个人是呢，长久生活做的是一个人事，长久生活的善是为了真正个人是呢，长久有生活了，带来这三界也就属结吧，三界也就属修啊。为什么这个菩萨要这个称之为佛子呢？因为这个可以说他已经他的种性成为一个佛的种性这个因此呢他的内心当中升起一个佛的种性不但是升起菩提心以外这个可以说他的种性成为一个佛的种性。长久的生结为印章，安上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升起了菩提心，也才变成了一个佛的种性那我说，这个上面以善是对的，就也因为这样才叫做佛子那边一般一张善当时，你让面对的长久生活，面对面对当中给我的，我当然是有的呢，我的变成好的结果是，他可能成为看起来的过程中各级的差我是有的。所以呢，这个身为源泉以及所有护法对一切做礼敬的但你差不才会真正可能的是呢？为什么要做礼敬呢？当然了，就感觉梦的，对吧？晒呀，我的梦起啊，光顾里呀，你工作中的叫什么的是吧？这个比如说，因为那个可以说为了一个发愿一项三宝为这个当成为这个为正人这样。当然都是那种这个，这个叫我开车去就不必要的吧？铁主要的，这个工作上查证的工作上的光顾里下的，这个光顾里点点修，让你叫我点东西，该求的就不归你下的。那都可多了的呢，你说到的。所以呢，这个因为我们要承办重要的事情之前，引请三宝对三宝来做那个礼敬，然后呢，三宝当成自己的一个正人，可以说，因为呢，我们要进行的重要的事情这样意思。当然就叫我开车，我可能就不要的。我们有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这当然是叫我们主必要的，一旦样该继续的干了。基本上我们有很多事情，这个有需要去做，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当然说的电话去过的话，好多的电话去通话去过的话，我们需要快乐，而且不单是需要快乐，而且需要就近的快乐好多的电话是有。永远长的没定进去，是吧？永远用是做过钱的，但电话嘛都没定进去。这几个人你们说的做就穷了，上面他这里人是属于社会者哇，从我这里就要了。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可以说，这个就近的快乐是什么意思呢？完全没有这个痛苦这样。这个痛苦全员的远离断除这样，所以因此呢，完完全全的感受全都是一个这个快乐这样，所以因此呢，每个人都有希望能够所感受的都是快乐的。但第二点，他的经济用的是呢，如果的话，都这个电话都通嘛是吧？所以呢，这样的快乐怎么样才能够拥有或者说获得呢？当然是需要这个修持承办，不然的话不会获得的。他都不了解可以。那究竟的快乐是什么呢？上去就过完这个吧。
是不是佛的国威呢？现在第一在第六个的话，所以呢，这个才需要承办这个佛的国威。财商干嘛？他们的统计结果高方通过去提供上来，按审查级，是吧？所以呢，我必须要证得解脱于这个天之智慧佛的国位，把自己内心做一个这样的决定。但统计主要因为呢，就讲了嘛，就里面是个不能的话的。当我们还没有进入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之前，是不是自己首先需要一个这样的动机呢？不能的观印上，不能的原来定义，当年给他们去读个印，但是这个读个的教他们做学，这个什么脱手什么慢慢就不会了。所以呢，这个可以说这个也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动机，所以呢才要承办这样的事情。当承办这样的事情之后，希望所承办的时候能够顺顺利利，也因此呢，希望能够完成的一个这个圆满，要祈福着。这大概没啷的，但是你讲就注意了个，注意啥的，没啷的，啷个多啊？就是上个土也切多，没啷的，那帮我里呀，安全里要塞得起来，他们就检查了，我也说的，很甜的嘛，讲起来，那你讲出这个茶碗的书面上来，我的这个我光顾是了的。所以呢，因为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愿行，而且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所造作的事情的殊胜的成果，以及引请十方诸佛菩萨来当为自己的一个证人，为十方诸佛菩萨发愿祈福，能够这样的殊胜的事情能够顺利圆满，以及我要进行这样的事情。我的第一个呢是讲完了是个头脑能给，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进行这样的事情的一开始的所发的愿。当我们不得出来就全部的，当我们讲的，当我们个帮助里啊，按你说到不到。所以发愿要做证人的时候，要对谁做祈请呢？十方诸佛菩萨，十方诸佛菩萨是什么？加上卡里几年的帮我的下午。那为什么十方诸佛菩萨下午的时候他说到过？为什么要对十方诸佛菩萨做祈请？就是要说的这个统计数说那个三当年天都慢慢的叫个人呐，慢慢做个人呐，那慢慢的当地的学生자와들 쇼가를 되는 같은 거 자와들 마음대로 와서 자와티 제국에서 한번 토가 어디저기 대화 여자 아니 그것은 어디 방법 쉬체 어디래 所以呢，这个引请十方诸佛菩萨，也等于是观想十方诸佛菩萨在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做发愿祈福的话，那因此呢，刚刚前面所说的一样，为了承办这样的事情，不会产生这个障碍意外。更加的容易顺利，也能够才会有好的成果，就会有这样一个差别，才要把三宝迎行为自己的证人。我对马上就大家告诉各位，我都是之前，接当马上就朝看的这个说文案了一样，俺们有一天发现，或者说三当年，我的这人帮助是对，说到这里朝的书。我的以前呢，要不用规划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当下所开始的内容的。基本上，自己做任何事情，首先观想三宝，然后三宝为自己做证人，然后祈请。这样的话，自己所做的事情才会成为一个好的事情。我当时说的呀，俺们讲过，我的生意前的。很肯定你们几个是找我看，如果他们一些都上来，一上来，用完小上来，不能对起来，你找的是不要的话，我的
就希望我这个开发要的是，加瓦看起吧有呀，我这个人。好，所以呢，我们早上一起来的时候，然后首先要做皈依，然后再来发心。因此呢，这个发愿就是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希望成为一个利益他人的这样。所以呢，因此呢，希望能够这个所做的一切都这个可以说这个顺顺利利，这个可以说也有一个好的一个成果跟好的期许，希望能够不要产生任何的障碍。就如果说这样做的话，才会有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差别，也更加的容易能够这个圆满的顺利的。事情圆满，这个事情更加的会圆满。我理解。还明白的呢，我们这个大法当中的定性这个是，明白的了。他那个实际的这么弄的，我们这个都准备定性这个是。再来一个可以说第二个就是一个如实发愿诵地语这样。我们大法拿大的他就是啥个，反正这一切是连带进这的，我的我们大法，我的主题一个来个。人家这个像所发愿一样，能够实现好的成果，这个念诵地语来做这个祈愿。大点的人呢，早晚点的多，他也多啊，这个他也多，现在这几千人是，他们用拉松岛的，人们不就送到，突突见。长送对定就接下来的，他早晚这可能带来的话。好，这个比如说这样，为度无量众生故，无边心愿成祈祷，无期三宝与具事，大觉先立成地语。那这个人是呢，他也老瓦是，他有的是吧？老瓦生间是不能说。整个的那个太极的圣经，要把太极的圣经，人中圣经，太极的教我的，他就没有的下面。我们这个可以说这边像无量的这种众生嘛，这个无量众生就是无边无量的那个六道一切有情众生，所以因此这些都把它这个可以说设为自己的所缘境。加上。太多的人呢，他有的话，比如生产团结，三个科学都能有的结果了，加一起都是，是吧的？为度化无量六道一切有情众生轮回的口音。他的那样子能力这样子到个现在发心起来的强调。圣贤他们这个参与各方面上归因上的，我的这个他圣洁的要我的。好，这个就是成为大家平常所发的心这样，把这个一切有情众生安置于佛的果位上。圣贤他们就可以对因的加注一样，只能通过这个因上的圣洁了吧。这个可以说，这个度化一切这个有情众生，从轮回中度化一切有情众生这样，所以呢，有发这样的心。但这个呢，圣贤他们这的人可以等于叫做教育起来了，让人他的那个要的是呢，要度化这个所有一切众生，这个苦海当中要度化的话，那自己有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呢？第二嘛，是吧？买个印章，俺的那个商业广告，他们的话，他们的广告是那透明，商业广告透明，实际上就可以对人家说的呀，这都是这个意思，一切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首先我证得圆满的佛的果位，再来呢，这个可以说这个一切有情众生，从苦海当中这个要度化。
所以呢，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度化。另外一张，这里找了这里，其实人数嘛，现在，他们加钱，加钱，我是他们是属于人数嘛，现在，把它，现在他就可以这图了，就是以上的，我的体验交给了。所以因此呢，为了一个这样的度化，所以呢，这个为利益广大一切有情众生不分别的来做度化，才需要这个许上这样的愿。你我日本定的老师呢，他们判断上吧，啥的这个判断的呢，判断的上吧啥的，他们上吧他上，我的这几个多年这个好，所以呢，这个可以说，这个在真心实意的，也就是一个这个衷心的，为了一个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这样，真心诚意的这样，因此呢，这样的心也叫做这个真上心的。我们这样的开发事情的，靠着自身的东西这样嘛一个。所以呢，所发的愿不只是一个随便随上。或者说词句上面说而已的。当然人的身间超类型的年龄的这个东西，超这个那是个超类呀，这个讲的，那个超类呀，亚瓦东的切的真正满意嘛，人数嘛现在太有了是这个切多，那你慢慢打过去的，那么打过去你上去。好，这个可以说。因此呢，这个可以说对这个众生的所许的愿没有分别这样，也不偏袒，也没有这个可以说分别心。有些是自己所这个贪着的，对他这个有些众生对他欢喜，这个偏袒的对他这个许愿回向。那么有些众生是自己不喜欢的，而把它舍弃放弃这样。不做这样，而对任何众生都无分别心的来做一个清净真上的发心的。当然这个让教了人恰把的人教了当我说的这个人数基本慢慢找个因为呢，就是叫我现在就帮助起来，慢慢的叫我起来样，就是叫我现在叫他们这个公路嘛是吧？就土责任嘛，就新的嘛是吧？但那因为现在弄的呀，添加就嘛多，这个什么土里面去了好，所以呢，因此呢，贪着于此方，然后嗔恚于他方，对众生有做这样的一个分别的话，那即便是一个这个，比如说十方诸佛菩萨，这个为这个作为证人，即便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发愿期许的话，那也不会这个。十方诸佛菩萨不会有这个大慈大悲的摄受这样，因此呢，自己所做的成果也不会圆满，也不会有好的成果。让做的恰当的，所以做了当然什么叫做你都慢慢讲了呢。如果说贪着于此方，嗔恚以他方的方式来做这个许愿的话，那个人数结了，身间的人数结了一张。那么到这个要这样的做法等于就是众生当中做分别这样，那做分别的这个所发的愿就不会变成一个清净的愿。我也考虑的是呢，老身间他一把汤起了台湾对面对吧，几个人嘛都这个结果可要嘛是吧？这个可以说这个无边所有的众生。都是一致性的想要这个拥有快乐，不想要痛苦，这都是这个所有众生都是一致的。快乐里面的他姑娘站站，参与广告通过吧站站，人嘛都卡起通过吧，卡起通过吧，这样嘛是吧？好，所以呢，这个想要这个得到解脱，所有众生都是一致的。想要证的佛都不会这个所有众生都也是一致的
那并不是说有些想要获得，有些不想要获得，不是这样的。他讲起来，现在上来，我在这个那么大个现象，为呢，我在他一个老师就等起来，那什么就是那么大个去，我都是现在叫为呢，俺他这一个，这里叫实在叫他们能有帮助的人是他们拿大的，我的让给小孩子会听见，他什么原因的，这个叫要认识。好，所以因此呢，这个可以说为这个利益他人有情众生而做这个法院，以对所有众生都无分别的方式来取这个清净的心，这样做的话，才能够这个刚刚前面所讲的一样，十方诸佛菩萨把这个当成你自己的一个这个证人，以做这个习情，这样的话所做的事情更加的殊胜圆满，也可以这个就近圆满。我的这里有个印章，别的他们弄那么大个其他的印章，临时这个我拿的慢慢做的其他事情，那么他也找的了，另外工作上呢，都是先长松土的临时工作去是吧？另外工作数的两百单，另外工作上呢，土地建设，另外工作上呢，土地建。长松土的临时工作些是找的，我知道的。好，这个诸中善恶的善愿的这个根本文的是这样：无期三宝与俱是，大觉先帝成地狱。但人家工作数，是吧？讲的工作数多少年了？对难的人呢，多少年的讲的工作数以上。好，这个可以说无期三宝是什么样的呢？三宝呢，这个可以说这个永远是不会这个欺骗的这样意思。马上就工作数的定义呢，工作数就那样的就六码的是。好，我们只要这个依持三宝的话，三宝永远不会这个欺诳以及欺骗我们的。当然，因为土的那个他土地主的那个我的这个人我的这个工作送了说法，长松电视剧这个我的这个呀，好像是帮过了下面是吧？是当年，慢慢的做出来的，我的这个是吧？他写的现在是吧？然后你慢慢当到到的话，这到了第一年，主要的就是工作送的，当然这个代表这个他电视剧的，我的长松写过了说法，就是个土的那个电影，慢慢的做出来，我的这个真的电视剧好，所以呢，这可以说，这个借由这个三宝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势力者，以及这个可以说像那个大觉仙的这个力量，以及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地狱，因此呢，三宝诸佛菩萨这个列于自己的一个这个证人，因此呢，这样才能够可以实现我们所这个发的愿，因此这也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最殊胜的方法。因此，这样的方式来这个做一个清净的许愿，以及这个可以说请三宝来令我这个实现愿行，以及能够实现地狱的力量，以及这个可以说把自己的许的愿才能够成为一个清净的这个愿行。电白这个主是，电白这个导师的，还讲的成为一个。好，实现地狱这个实现地狱，也就是这地狱的力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当马上说的，电白写的呢，这电白写呢，电白第一个道理呀，对里面有个电白这个1万年的进去，是吧？电白这个1万年的进去，那么大个去，用出来的都是2万几个一个。好，所以呢，这个可以说，这个地狱是无欺骗的障。因此，我们不管是说话这样的时候呢，能够可以说真实的无欺骗的这样的说的话，也可以说自己所说的都能够成为一个这个清净的这样
如果说自己所说的都是真实亲近的话，这样所说的话才会有更加的力道。那你点吧不行，对吧？是不行。马上就根据点吧心意呢，点吧的另外一个也是，它对那多面不行。我们所说的话，只要真实的所说的话，才会有力道。马上准备去写下来呢。如果说我们说谎的话，那个他就点吧有点我搞了，因为那样，他的那个准备的大陆没有我觉得写下来他不也要嘛，不准备要嘛。可以说如果说谎的话，虽然是当下好像说谎的部分，好像说实话一样，能够蒙骗过去这样，但是说谎终究还是没办法能够实现好的圆满这样，最后还是都会披露出来自己的所说谎话的事情的。因为准备写的年限呢，用这过路途的话都普遍不要嘛的事。好，所以呢，如果说听取说谎的人的一个话的话，可以说这个呢是一个可以说短暂好像是有意思的，但是最后还是都会披露出来，最后还是都会自己可以说普遍不要嘛的事。没办法，他的一个可以说语言的力道不存在的。我在这里来一张，电报写的去没呢？电报的当然电报嘛多，或者怎么下来要嘛。如果说他是个实话实说的人的话，他不管是过了多久，他终究还是真实的，不会变成假的。对多。肯定来一张，将来工作时候对那个多面。因此呢，三宝永远不会欺狂的。当然，电报这个，但如果到公司做的，我的招生情况的时候，听说电报到的9年，那俺说的，电力，俺俺说的能调去，我不做同样，我的电动9年能做80。所以呢，因此可以说，能够可以说地利真实圆满的大局先。所以呢，因此呢，如果说对他们做祈请的话，我们所发的愿才能够可以说实现圆满的。他本来马上是他都是变相的你们叔叔们大小伙子，你他管你时间，他们上班去，我们叫什么鸡呢？是吧？我们举个例子，如果说自己所发的愿是真心实意的为众生好，为众生而许的愿的话，但我们基本上他有速度的去了外的话，马上走。如果说这样做的话，按照我们所期许的，也有希望能够实现的。在这一门印章，俺那天处理切度，俺那马上就帮助了，就是要设在这个东西设代表的话。所以呢，就为了一个实现这样的愿景，而把祈请十方诸佛菩萨成为自己的证人。听众们讲的话，在十方诸佛菩萨面前有在做一个期许的。但反正你现在现在这种这样的能做嘛下是说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来了另外一个人说你许的愿是假的，如果说万一说这样说的话，你现在就这样的电报的是老师呢？又来了另外一个说你所发的愿是真实的。咱让你们准备电报你说好的话，自己所发的愿是真还是假，是自己清楚的。这张马上说，把这电报的准备使用就完了，准备的清理呢，准备的
他这个中国的普政府那个影响，那个准备他短用的话。好，所以呢，因此呢，这个两边说，你说你所发的愿是真实的，另外有的时候这个你的是假的账，但是呢，你如果说跟着说是假的人这样的话，自己这个终究还是都会这个可以说站不住脚的这样这一块都会产生纰漏的。跟点不写不影响，或者他的这个怎么断出来的话。所以呢，这个说真话的人，不管是过了多久，究竟还是真实的，所以呢，也不会有任何的纰漏的。但是印章，那个我是认定的，可能现在是加个大个印章，我贴的点不意思，我到这里给他点来只给了点点，可能不会说是。所以因此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真心实意的这个做这样的一个发愿的，因此所发的真实的愿能够实现这个第十之力、第十之愿的。我到这里，他可能是这个是第一季的呀，马上就我们到小的他热他，我到这个他去，我到都是钱的，他在印度上的教生活的，他去过用。所以呢，因此总而言之，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实现自己所发的愿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好的方法。这样，因此呢，自己这个可以说好的事情能够这个就近圆满的做这样的发愿。但你可能公共的是呢，那有另外那个教啊旁的修为那样，他嘛越开发起来的我在这里教会者啊，这是说啊，差钱啊，这个帮助的下去呢，那你教啊的就不一样，教啊特殊嘛，这个上会有这个，我在这里去的。好，所以呢，因此我们不管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理解，重点要理解什么呢？我们这个可以说，这个对一个做任何事情，对一个殊胜的境，做一个供养、皈依、做祈请，这样的话，自己所做的事情更加的圆满，以及才会有好的成果。这里一张讨论的教完人是把它的去年年纪的汤开起来的公的大的一张，我的定义要大。好，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上做任何事情都前后的这个前后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此呢，前面的是什么呢？是动机。因此这个里面所讲的就是体现出这个动机的重要性。我的理解，他这边他肯定能体现实际的，说白了，俺们做到把手的别弄没有什么的理由。好，再来是初中后善愿正行者。第二个呢，他们给我们体现。这个可以说首先就是一个可以说这个殊胜善愿者。他们给我们这个殊胜的善愿。把头给我们这中间的善愿。他们给我们这个最后的善愿。对了，头到把手的我们是没有。因此，这个呢，就是善愿呢，分为一个这个初中后善愿三种。当我马上说，他们给我们了，这里要的是呢，当局这个单条的制度我们把事情去。好，这个首先初之善愿分为什么呢？它分为是一个祈愿修持正法获得殊胜身份的。第一个呢，当局这个单条的制度我们是我们把下的，那马上是确实这个单条的制度没为呢，制度出来考虑了吧？好，所以呢，这个祈愿修持正法获得殊胜什么意思呢？我们修持正法必须要具备一个殊胜的身份。如果说没有具备殊胜的身份的话，无法修持正法。马上说农人的计划的是，他对就指出场外的单条的建设，大概一些老来了的人也把大概张起一些国家的单条的建设了，这个定清楚这个咋清楚就下的，对我想的钱呢，
过了嘛都这个去除超了的当地呢，你确实给点早晚年是吧的拉的超了清楚的这个是送多好，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在到次第这个讲解的时候也有开始保障这个我们具备那个10圆满8有暇这样所以呢，因此需要拥有一个可以说殊胜的这个10圆满8有暇的殊胜的身份证也因此呢，假生胜后如意珠，如受得来之一次这样。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可以说要具备殊胜的身份，而且更加的自己要理解他是殊胜的身份这样。因此呢，如果说不懂得他是殊胜的身份，已经可以说错认这样的话以及自己可以说修持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机缘会丢弃，以及这样的一个身份也是会浪费。단단말한 소리를 이제 가르치려 되는 미做吧。好，我们现今的现在的这个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是获得了人的身份。미越南那个是确切啊，他那个几个结果啊。好，所以呢，不但是人的身份，更加的是一个学佛的人的身份。现在当个最主要的点几个结果的，但起码可能是定的是最好的方法的。好，所以呢，现在是一个身为一个修持正法的一个身份这样，但是呢，下一辈子会成为什么样的身份，没人会知道的。马上说起码叫我们开2年级吧。我们算是承认来世与前世的人。就是叫我起码怎么开2年吧？我们都承认来世的存在。叫我起码要吧？来世有什么存在呢？要意思说，叫我起码肯定是定的。来世是存在的，因此下一辈子投胎成为什么样的身份？你们知道吗？自己来世什么样的身份，变成哪里投胎，什么样的身份来投胎，你们知道吗？这谁不知道？现在你慢慢讲过来的是的。因为你不知道下一辈子变成什么样的身份，才今生需要许愿。反正慢慢讲过来是呢。怎么样许愿呢？当然就是点条的指头的说什么能够多要起许愿说，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修持正法的殊胜的身份。这是通往别人的能力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出之善愿的部分这应该一张，都是按照他们是咱们慢慢学去，他慢慢教的哪个真的那是叫我去嘛的，你们那么搞个特别的，但我们就中国了，在帮助让你结果吧。好，所以呢，我们首先可以说自己有这样的发愿按照自己的发愿。来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修持正法人的身份，为了一个实现这样，现在要需有承办修持的。天把解释看得就是这个人。殊胜的身份是什么样的才算是殊胜身份呢？马上说，能人学才的，咱们有能人没有吧？因为我们都是已经听过道次第的开示场，所以因此这些通通内容都在道次第里面。天把解释看得人。殊胜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大外界的叫我就唱的，你多不多来打过来？首先要获得人的身份8有暇10圆满的人的身份，多不多啊？大外界看看大外就看看能不能够设计的，叫做批菜了。8有暇是哪几个？6、10圆满是哪几个？这样，这些都在道次第里面清清楚楚的给你们讲解过。好，好，我说俺的叔叔留点的，这就这个来是这样
体呢，非常不乱。好，所以呢，因此呢，当已经知道了巴以下10亿圆满的时候呢，在现在就是自己这个稍微了解这个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份是不是有具备这样的。在当代古代里面，他当然就当代去主义的那个制度了嘞，但是毛话里呀，那你当代去主义的这个制度吧，小人们分不得了，这个把它说，通过别人们老是。好，现今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修持正法的一个身份上，也发愿未来也将自己能够拥有修持正法或者的这个殊胜的身份上。那这里给他带开吧，就读书呢，你带开了的呢，好的的呢，带来日子说的你最终是我们把是。好，再来是一个这样，祈愿此身份守持圣教之根基，别解脱戒者。坦白说，那么大话题，如果意思了，你知道，坦白说那么大话，如果去吧，那今天的坦白说那么大话就够了吧，主要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个说是这个要修持清净的正法，这样，为了这个修持清净的正法。这个世界上本身需要具备清净的正法者。坦白说，那么台湾主要的吃完了，这个的呢，坦白说那么怎么说？这商业里的电脑包给他，商业的电巴是的，我听那个表就给你看见了呀。好，现在这个为了能够这个拥有修持清净的正法因此呢，必须要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需要具备，需要存在。佛所这个可以说所开示的这个法，就是一个佛圣教者。当商业里的呢，电巴是，咱们不写上来做开始对吧？商业电巴是肯定就是一个人。那这个佛圣教何谓是佛圣教呢？商业电巴，第二马文呢，第本语嘛的。好，这个何谓是佛圣教？如果说不知道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商业电巴是干的是的。何谓是佛圣教？什么是佛圣教？我们是就是学佛的，不只是学佛的，我们是佛教徒，那我们也一定要知道的是，我们佛教是佛的这个弟子们，一定要知道佛的圣教是什么样的，这叫做佛的圣教，这个一定要知道，要认知。所以电巴的人到位电巴的龙的电巴20年了。佛圣教分为教圣教跟正圣教两个教。到位电巴，龙的电巴。正圣教跟教圣教。那上这个，但说了我们最两年期的嘛，当就是长毛的上这个龙的电巴的。好，能够可以修持佛法的所有的经典都是这个教圣教。到位电巴是就讲的确切的，到位的我郎做我郎去，不少。好，这个可以说这个正圣教呢是什么呢？一个修持正法所证得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灭地。这个人的旅游的那个，他说的就到底的那个上这个电巴。这个自己相信当中所存在的一个别解脱戒，这也是佛圣教。我当时给从你那给从个东北要。这个像这个，如果说是比丘沙弥的话，也有比丘戒跟沙弥戒章。当然，现在是没给提供的，自己说好吧，是吧？再来一个可以说守持十善戒的一个戒律章。那等这个讲的东北城市是个东马的东北是多么蒙古要的吧？就这样，好比是皈依戒啦、菩萨戒以及金刚密乘戒，类似这样也有很多种戒。这个双方的三这个带来的一些证。好，这些通通都是一个这个佛圣教的根基。他说要不送几天要不几天那三年带把送了。如果说这些都好好的守护跟这个珍惜这样的话，等于就是说你在守护佛圣教者。
对那人的老板多，该从的懂吧？说的就懂了，这个生意一点不得一战。好，所以呢，尤其是可以说比丘戒、沙弥戒，这些都是一个别解脱戒当中可以说在最为佛圣教的根基上。我的这的那个老板要不说两年了，我觉得这个生意那个说我的生意那么挣不到，我生意那么几天看的月吧，我的我吃不了。好，所以呢，如果说这些好好的这个可以说守护，好好的爱惜正化，也就是说佛圣教这个可以说在这个时间上面，就这个可以说有在好好的这个守护，好好的支持，以及好好的存在着。我的这个哥哥以前的那面当下呢，真的生意那么生意真的那么差不多。如果说这些都已经可以说这个藐视这些这样的话，等于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佛圣教这样就容易被这个遗失。我的这个人呢，这生意一点吧是一直的下面，真的最主要跟这个罗大生意怎么慢点吧，要我就说呢，第有的今年那个是全两年期间的话，我的这人手不要。好，所以呢，因此呢，把这些都这个当成一个，比如说佛圣教的一个最这个根基站，不要让它这个可以说产生伤痕累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可以说才能够这个修持正法、实修正法的意义存在。但是有时生意的担保人的担保那个频率的上也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存在佛圣教都仰赖于这个僧团家。生意的这个早晚的多是，生意的送修多是的话，我的天，这个先说代表早晚。佛圣教的一个根本是什么呢？我所说的律义者。这个代表早晚说他话的，专门用过去了，去的老师的话，叫我那么装了不是原来去的嘛？代表早晚说他话的，专门用过去的呢，很生意的门子不大，我的这个娘说来嘛的，我这用不了的事。中国大师有这样说，这个可以说，佛圣教的根基对于一个别解脱戒，这个以这个观要的手持修持的话，这就将成为一个可以说持佛圣教以及实修佛圣教的。生意一点吧是要我说，我就说，佛圣教有没有这样搞清楚？来当中生意一点吧的，你有什么？好，首先先点吧的，弄的点吧是你要的是。首先这样佛圣教分为两种，一个叫做教圣教，一个叫做正圣教。到外点吧是你看的这个模式不是呢？那这个正圣教又如何去理解呢？到外点吧是你知道马上是这样是呢，到外有了充电的那个，跑过的。像跑过的，你让跑过的雨季，过浪就是过边的浪边就是这，我的当然就说的就多么的，我的当然是我觉得他的通过一年我觉得我是那的多么就是我的，让那个让有人浪下来，多么就是差不多3年1点半不上过来打过。好，所以呢，因此呢，可以说，这个可以说，这个修持佛法，这个获得正量的，这个可以说登地菩萨，以及这个可以说，声闻的，这个可以说，声闻的，这个圣神，他们所拥有的，这个道地、灭地，这些都是一个佛圣教当中的正圣教。同样的，对我们这个相续当中所存在的一个别解脱戒，尤其是我们能够可以容易去理解的，就是呢，这个可以说自己内心当中存在的，这个可以说戒律，这些都是一个正圣教的。他那个这个他的开的大业的叔叔爷的，我出去有个当，杨树林有个在让女的，对吧？让你觉得有个多大的什么当，很有事情。
啥里面？首先真真切切的自己这个可以说能够可以实修，也能够可以说比较容易明白的实修的是什么呢？自己内心自己相信当中存在的戒律。我到这里有个印章，我的代表找，说的一句就说话是那个20的，对吧？所以因此呢，这个可以说祈愿持身份守护圣教之根基也解脱戒感。大体的教会说的问题呢，加上魔术起的那个，我得说的。再来是一个祈愿对佛圣经佛经这个修持文思修养这3种的。教会说的，大体的教会说的问题上是，教会说的啥不完全。对文思修佛经知道吧？教会说的就是当年的学派，但教会说的这个弄的代码的是。佛经典呢是刚刚前面有开示过，这些都是一个这个教圣教的，上级代码也是佛圣教。那也是台湾的那个特上公司起来呢，那上级代码怎么的？上级代码刚说浪啊，上级代码的那个切切实实吧，很重要的。好，所以呢，这个对一个这个佛经典做文思修的话，也就成为这个支持佛圣教、实修佛圣教、爱惜佛圣教。我对人家上级就说了，人家特上公司去，他们说浪过来点的，浪过来的，你到不接用的，我的人家人过来这个到不怎么接用的。好，所以呢，这个对这个佛经文思修。以及做这样的一个实修的话，自己可以说相信中就会升起正量，是吧？但这个嘛，现在今天可能这个3级的代码是看得起一个已经的摸出来。好，所以呢，因此必须要这个明白清楚世间上的佛圣教。3级的代码摸出来嘛，这个那是他们去这个呢，这个。6个月的，这5个月他全考过来。所以你如果说还没有明白清楚，没有搞清楚何谓是佛圣教这样的话，就算是一个实修正法的时候，可以说很难有成果，很难有这个圆满场。他这里嘛，现在大部分的马上说的呢，他们一个大不能，我的，他们给人不能的了。他们给人们的那个呢，当过兵的呢，当被选举的点下面钱，对人们是说啊。好，所以呢，我们这个首先出之善愿，首先的善愿分为一个祈愿修持正法获得出生身份啊。第二个呢，找我过来那么多，他们必须叫我他们去读，按照老板的动力，点点能说，那么很明显是研究层面。没有托到确实是吧？好，所以因此在这个可以说这个我们的根本文里面是这样：愿我今后生生世永不颠倒堕恶，获得有暇圆满身，不生恶道诸生处者。那有没有现在大理地形叫我他们去做事，在那个你，马上说让进的他起码就去完了。大概是那么大个是，马中呢，这个看清楚了的这个要嘛的，现在现在大概是那么大个是就不要了，好，所以你因此呢，可以说想要这个可以说圆满这个自他的利益的话，必须要这个修持经济的正法。如果说没有修持经济的正法的话，自他利益的事情就不会这个究竟圆满。但这有没有现场？在这边的这个的大概是那么大个是，如果吃完了，他给需要这个准备的6点以前的那么大个是没呢，你确实都要不了嘛，是吧？好，所以呢，这为了修持清净的正法，必须要拥有一个清净的殊胜的身份。如果没有拥有清净殊胜的身份的话，更加的不可能有机缘去修持清净的正法。
有点现大的，那是中国老师或者其他的机构老师或者就可能就有点经济，你那样确主要各个节目的吧。好，所以呢，这个比如说有其他的身份啊，这个比如说就好比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像那个这个禽类、鸟类，这些都也算是一个它各自的一个身份站。但是这样的身份根本没有机缘可以修持清净的正法。现在现在，最主要各个每个一张，现在呢，永远的对面距离的呀，嘛都，现在连的多少远多呀，考不得哇。好，所以因此呢，因为那个没有机缘可以修持清净的正法，因此只能苦上加苦，根本没办法这个快乐上能够引起快乐的。好，大家在这个里头马上就大概去出来了，有点没有点去透过了，他看他也没。总而言之，我们修持清净正法的身份，首先需要具备获得人的身份。但老我多马上从这个里面，我就看出年纪的。有点在这去嘛，都可以呢，真的大概去不要考过这个。这个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南瞻部住来人的话，必须要一个可以说，胎生六切具备的人的身份没有拥有的话，是很难这个成为一个清净修持正法者。当然，那个没有那个是透过那样，没有么张力。你大概去主要的有点话，做推的有人考不得的话，开发很多啊。所以呢，就算是拥有了人的身份，但不一定能成为一个修持正法的身份。修持正法的身份很难成为的。拉登呢，马上就说那么大个有点点了，没有么张力，你开发很多啊。尤其是修持清净的正法，光是这个是人的身份的话，是不一定能够有这样机缘。说嘛，都是嘛去觉不见的，这种就叫咩呢？说咱们领的了呀，没动作，他动机就有解决的话，你就叫去解决的话。好，所以呢，我们做这样一个可以说做一个仔细的观察，或者仔细的做一个计算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上，算是人口有70-80亿的。现在嘛，其实吧，这个呢，你大概去中间就被它才是有啥的。好，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当中，有多少人有在修清净的正法？去中间开始就有啥的。首先看是一个学佛的人有多少人。现在嘛，今天这那么大个中间开始就有啥的。在这个学法人的身份当中，又有多少人去修持清净正法的人？你看，当然说南关意思，搿才是南关去经营。在这个当中这个说是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学佛的人又有多少？南关以那样，因是开启了以那样的南面，我们站的个全娘是南经的，那么搿才就是。好，所以呢，就算是自称为佛教徒的话，在这个当中，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实修佛法？你那里那我们传的一个，大家听讲过了嘛？中国的是有的，两年给，的这个大家马上说的，那个送钱呀，给两个地道的知道，那我送去给等个地的娘是忙的，但我呢传的一个，英国是为定的，就让上年两年期间。这也是就是。好，所以呢，在这样当中，可以说为我们开示的一个显密圆融的圆满的这样的佛法，以真心实意的，可以说都是一个可以说内心真诚的想要修真正的这个正法的人，又有多少呢？这应该有张，我们传那个的，传的到几没的，那是2年前啊。生人看嘛，生多一点的，如果做真的送下来的，你用这个一个，你2年前的，好像都不吧？这个可以说，尤其是为我们开示佛法、实修佛法的，
主要为你们这个调伏内心为主所开设的佛法，对这样的佛法真心实意修持佛法的人是相当的少许的。但这应该应当没一么zam시没有多么zam시的人，但是就那么多的一点才把几点才把很多啊。所以你这光是这个是人的身份，他不一定成一个修持清净正法的身份证。这应该应当啊，你看我那讲的有个大概去这个带结合去投了去，你往修是的那这个几家的国家的应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才要许愿，希望能够我成一个修持清净正法的身份者。对啊，当然就是叫我他们去读是吧？所以呢，愿我今后生生世者。早晚的就是动手嘛。这个本文有没有看到？早晚的老的。这个我们看一下本文呢。愿我今后生生世永不颠倒堕恶趣。我的这个早晚的就是说马桶里呢，你们去的就找不到出嘛的。必须要这个你们要看到这个本文呢。如果说没有看到本文的话，上师怎么样的开示的话，你们不容易能够理解，也搞不清楚了。你自己的嘛，我大就记得的。所以呢，这个上师也这个希望都这个一字一句的能够，希望你们能理解听懂了。当然，这是叫我同学多是什么？这个可以说愿我今后生生世者。这谁的嘛？当然是你说的。愿我是谁的意思？我就是我自己，我，可以有没有的事呢？要发什么愿呢？妈的呢，他的地叫完地，什么的，叫完地个我了呀，对吧？你把它叫完就啷个的话？就好比说我们今生的后面还会投胎嘛。天天人叫我读是叫我去啷个的话？在这个那一个这个来世的之后，还会再投胎嘛，一直不断的。但这因上，今天嘛，叫我去了今天嘛说的，叫我吃了他们去多是个。所以从今后的生生世世当中讲，俺说俺多人嘛就会学习。这个永不堕入这个可以说这个恶趣上。根本上的那是该去不来嘛。所以呢，这样的愿重不重要呢？俺说俺多人就是那中间嘛条嘛是吧？如果说这个恶趣恶道里面堕落的话，只有受的都是苦。他那马上说俺说俺多人更多了。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堕入恶趣恶道呢？他在店面多吧？现在没有投胎嘛，对不对？他那说的。现在自己是谁？什么身份？人的身份。但你叫结嘛呢，也是好过嘛的吧？今生过后的来世会变成什么样？现在不知道嘛。这是叫结嘛人嘛，对不对？俺说很多人嘛就会学习了。来世希望我不要堕入恶趣。俺说俺们是鸟啊去。这个恶道恶趣什么呢？这个可以说地狱、野大子，在恶鬼道、吞着去，然后畜生道。这个俺说的嘛就会学习。这叫这个是三途恶趣这样。当然这个他吃苦了嘛就会学习。同样也不要这个出生成一个长寿天这样。他吃苦了就是那多年了都要嘛的。如果说成为一个这个可以说投胎成为一个长寿天的话，唯有受的是苦而已。但叫什么？这是没人叫我那里呢，没人把我老说的，那往后变成结束呢，开头嘛是吧？就算是来世投胎成为人，但是如果说变成一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这个愚痴的人，或者六根不具足的话，那也是不行的。在那把就结识，也希望不要投胎成为那样的。当然有没的，啷个都没给，但是将来刚没上，三级根本没上来嘛，就要学习。同样的，我也不要投胎到这个可以说没有佛圣教的地方上。我那这个呢，三阶的学的研究那个的，连接这个道路或者这个
叫小时。同样的，佛法僧三宝以及业果等人其邪见的地方，或者说邪见值，也不要希望不要成为这样。我的弟弟一张，你多，按照老话东啊，按照老话东啊，一点点东西呢，没给我少一点，你多早点。所以呢，因此可以说这样这个获得有祥满身，不生恶道诸生处者。好的姐，点点东西，那么也没得行，很久成为没有多少小时，对的，很久成为没有多少小时。这个可以说这个能够这个能够什么？早的把握的。这样获得有暇圆满身的。你看着早通有看到吧？就晓得的。他点球成没有多少小时就晓得的。获得我们念一下，获得有暇圆满身。两句主的同样，这一句重新念一下，获得有暇圆满身。点球成没有多少小时，可能要是呢，台湾的点球就成没有多少小时了。获得有暇圆满身什么意思呢？这个可以说希望自己成为发有暇十圆满的身份上，十圆满的人的身份，十圆满人的身份。你那样别唱的差不多啊。就算是成为人，不一定具备这样的。点球上的台湾给发有暇是台湾就发有暇十圆满。发有暇是有暇是可能我。什么叫做有暇？有空，有时间的，有机会的，有空的就是有暇，我们都是没有空的，通常是没有空的比较多的，有空的少，知道吗？所以说人呢不一定是具备这些条件的，知道吗？像我们通常都是没有空的比较多嘛，这张确切空的那个叫小时，这个对的，这个得到。总而言之，它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就是说，希望能够成为有空人的身份上。没有空是呢，肯定确切包括晓得不了。如果说没有空想的话，那这个次次都会失去学佛的机会的。这个因为现在天教成人的东西，我是没得理解。那第一点，认真的，我们写出来的台湾的教外就，兰教嘛的新教嘛，就是那么整个我们家是这样子，都是蛮乱的，都是吧？这个可以说，这个发有暇十圆满，这个呢是一个在道次的里面上课的时候开设过很多辩展。这个可以说，这个自己方面要具备的这个五种有暇障，他方面要具备的又有五种圆满障。那都是嘛，这里面你别乱说了，那老地方，那说的这些人嘛，老钱用呢，那你这边钱用就完了，要不是这样的。所以因此呢，平常都有在开始这样，可以说这个每天的阅读一章的道次第，然后慢慢的阅读的话，就有很大的收获，或者有很大的有意义的。再加上老爹这种的要嘛呢，只能说这第一那样，你们几个呀，刚刚开始老们小刚就老呀，就哪个了？虽然没有这个整天时间能够可以阅读这个经文的时间啊，但是一天当中绝对会有这个阅读一章的时间，或者说几分钟有时间可以阅读的。你们今天能不能少了几多呢？少了几？一天如果说阅读一章的道次第的话，那么家你就把它少了家老师啊。如果说过了100天，这样的话，过了100天就已经阅读了100章的道次第了。这样说我就清楚了。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可以说收获的。第一个肯定要的是那叔叔们的要啥呀？
把这些双龙山呀，但是那个山区国王他也如果呀，长路的我的。好，所以呢，这个就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一个累积善根，这个消除障碍，能够累积资粮福德，然后那个佛的国义更加的进一步长。我在这里印章，我在那个，感觉上面没有多少小事，知道？但你们的呢，这个没有多少人呢，点掉了的呢，点的是在旁边的，那些的呀，说的就最近送我，没马死的，对方就到白了是什么？好，再来是一个可以说，这个祈愿这个申请民宿别解脱强烈的决心的。我的呢，说的就最近年底的上个暑假节我们把它解决。第一个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祈请申请民宿别解脱戒的一个强烈的决心的。那么年底的上个暑假过去面呢，懂吧？同不嘛吧？如果说没有强烈的想要这个领受解脱戒的这样一个心的话，就不会获得这个戒律。但那人说真的，最近的咱们老百姓民众心，天天唱那么积极。好，祈愿领受此戒，不起障碍，具足顺缘。说的他可能弄把来年底暑假5月份前，2个人弄的就那都来不在了，在花街上，今天给准备呢，天天晚上老师准备呢，那样到把邻居效果不吧？好，所以呢，这个就算一开始有这个强烈的决心，想要受这个戒律杖，但是一个正在这个受戒的之前，万一中间如果说这个产生意外，或者说这个因缘不具足的话，那这个戒律也想做受的这样的机会也会失去掉。那也是把戒律就慢慢提高。也因此呢，这个许愿不要产生这样的障碍障。但是最近在让你没顿晓得，但是没办法没关系。再来领受此戒之后，不受起相反指的沾染。他当过的人说的就最近年底的上个暑假节我们把的，还是什么？明白呢？再来这个可以说，这个首先第一个这个祈愿申请领受别解脱戒，强烈的决心是这个什么呢？他提了的呢，要么他呢一些说的，他别出去的跟什么建议，我的，你找我过来的就知道了。要么他呢，现在在我们南阳农场，他把土地签了眼中上面长久错完了，最后老板们就会说是找我的。好，所以呢，再接下来是什么呢？这个愿生之后刹那起，不贪安逸，为解脱，厌离之心，求梵行精进，无懈入私道。但你个人可能要不要是能马上做，但你的因为呢，点条不起，但你怎么旁人快掉了，你那样我差什么说是那你得的。好，在这个在做许什么样的呢？即便是成为人的话，这个人的一生当中，不要一直整天贪着于轮回之乐者。我们说快掉了差的，对吧？人家他不多钱的掉。因为我们贪恋轮回之乐，这个无法得到解脱者，对吧？人家现在，恰把地皮快掉了怎么把抢快了的，对吧？绿党嘛都会进来，轰，对吧？快工作了绿党嘛都会去抢。人家现在你恰把地往的，靠你的地方了嘛，都天天呀，我们这呀，也主要的东西，是吧？好，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因为这个贪着于轮回的快乐障，所以呢，因此对轮回的这个快乐放不下，因为这个可以说贪着于轮回的盛世障，因此呢，一直不断的轮回，从轮回当中无法哪怕是一个这个脚步都跨不出来的。这个靠几个早的，这张马上是那么多送钱的，要吧？
那么多是不讲是那动我的都是是吧的。基本上这个让我们一直不断的轮回的，或者轮回的根本，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有贪嗔痴这。就那一个人讲，你跟那里恰个是一点的，我的不讲是一点都去一个。在这个烦恼三苦当中，最不好的就是一个贪婪。后来是第一年给你掐了，是吧的？第一个往人花里还差不多几个。这个主要是一个可以说，因为升起这个贪，然后呢，这个才会令从轮回当中无法逃脱。掐是的，这个用上肯定用个是呢，马是的，用个马。在贪是从哪里来的呢？贪是从我上面出生的。这种马的鼓励都马的是下去，对吧的？这个啥吧叫什么？我的第一年就要的啥？所以呢，这个都是这个说我需要，这是我的，类似都是以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所带来的这。这个这边一张本来到这个速度当我马心到了先于结识，本来到这个我们就问了好的呀，在这个当我马心到了先于结识，大的一些多了差一点老师，这是什么？本来到这个这个月真菩萨有这样的开始。但是这种嘛，都那可是这些都是嘛，都叫嘛，都是那个。本来他这边，他们马是你去见的了，你瞧不出去，这个认识。这个月真菩萨有这样的开始吧。首先是我这样的一个产生强大的贪欲着。他们马是他的心理，大的底细不能差别，大是的马是你人才对，明年的。我的今年的是没有，你得去去见人，是吧？好，所以呢，因为有这个贪着于我这样的时候，才会身体说强烈的这是我的，那是我的，这个我的这样。这个让这个意思抗议不见的，这差不见的都当不到机会多所以呢，因此这个属于自己的这样，也因此呢。这个产生强烈的一个贪欲，更加的这个放不下的。这种基本上呢，身边得到了那样马恰是我也提，这个恰关系呢，光了他都要对那样要嘛也是，一般人讲，基本上呢身边得到了对那样马恰的，有嘛消失。所以呢，因着愿生之后刹那起。不贪安逸为解脱，什么意思呢？可以说，这个如果是一旦贪着于轮回的话，就永远无法逃脱着。所以呢，因此呢，不要这个贪于轮回着。这一般人讲，他的话推起多，花了民众就话消失，但民众就不了，对不对？所以呢，为了一个这个从轮回得到解脱，需要升起出离心。大家都知道，民众是怎么照顾吧？出离心都知道吧？出离心是可受的。何谓是出离心呢？花的民众是这样。对轮回成这个升起这个出离心，出离是什么意思？民众是什么？你来上面下个多少里头？这个出离心是这样是那样的，内心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底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不知道，你举手。看谁有赞成，到时候一举个手。你举什么的？只有一个。王人民是。那民众是怎么样？出离心是什么样？是谁啊？园林通过。花了对不那么些，对吧？讲起巧吧是个这个说他要说就好比是我们对轮回要背对着讲，想要这个厌倦轮回着。这张
年半中生，跨人也就是跨人的吧是，跨人他人的吧，他就的咯，跨人没这个地方的，跨人年半中是的。所以呢，这个处理是什么呢？可以说在轮回当中想要离开，不想要轮回这样的心。这个你就买这个，那跨了他头嘛的吧？如果说没有升起这样的处理心的话，是无法逃脱轮回的。我3年就考到不是上了，但所以能听的吧？我想获得佛的果位，任何人都会想。第3年就做恐怕逃不去了，他把逃过来，他把逃过去了，花了他不多啊。所以呢，这个想要证得佛的果位之前，首先要这个得到解脱证。想要得到解脱，必须要那个远离轮回。花了他不去了，花了你就跳多里面。想要远离这个轮回的话，首先要升起出离心的。对，马就去了他。不要忘记这样。有的。所以那个，所以那个知道吧？那那个听得嘞，康基层的所说的严重的话，康没基层的那账号是跟那里太严重的嘞，现在重嘛的话，我听了面对的，你可能你中间。对不对？可比那个账嘛，对那个，那每年做的嘛，多少什么，下一个可能就接了是吧？你们就没有是吧？就好比是一个讲的这个是有些地方的这样，如果说越舒服的地方，我们越想会待在那里的；越不舒服的地方，我们越不想待在那边。然后这个可以说，越脏的地方，越这个可以说。不舒服、越脏或这样的地方，越这个会生气、嫌弃，想要远离着，想要远离。我说你们打工的，那没早上去的，是吧？那没早上去的那的呀，你们打工待不住呢，是吧？如果说我们需要天天待在一个不干净的地方的话，按在这里呀，那这个都经历就完了。会不会这个升起这个可以说厌倦的心呢？现在把他来去上班的嘛，就会想办法说远离他者。这种跟人民这个逻辑的民众是。所以呢，这样那个不想要的这个，在这样不想要的一个心叫做处理心的。民众对要是哪里可能那天的话到更近的。如果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心的话，就这样的环境当中。远离也想要避开着。但是呢，叫他不走的，你们大概不是当路下的话，那长不进家庭的话，就好比像那个猪啊，或者说牛羊这些都这个天天都这个可以说放在一个可以说这个泥坑里面肮脏的地方找。这个对你那边对掉嘛？因为他没有升起这个不想要的这样的心。对了，他都不落这个地方都没有想到想要远离的方法都没有想到。马上是真的这个你们几个带我说那还是什么的？如果说我们只要待1天的话，会怎么样的想法？我们要待一天的这个现在这像那个猪牛一样这样的做法，这怎么想？受不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不想住，要想办法。我不想做，这叫做处理心。这厌倦。这个定严重，当严重上的不能浪的，是吧？这个他花了，他不花了经济成本，严重如果的不能浪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可以说以这样的一个处理心的这个新的这样一个驱使上，想要逃脱轮回，想要对轮回有背对着这样一个心情。既不能浪的，长久这个问什么的，我的这个人有点错了，最后日本人就会说什么都有。所以因此呢，这样的想要远离轮回的这样的一个泛行者，这样的泛行，然后呢，这个希望能够用精气无懈怠着。好的，但我们把这个愿望说是的。所以呢，这个希望能够将来成为这样的。
但看到人花那里啊，他把东西给丢了呗，娘说来了，但最后老板没把钱，娘那用多少钱，用完说是。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希望能够实现从远离轮回，为了远离这类的方法，希望能够可以说永不懈怠而更加的精进的。这是将来的世界。这是将来，希望在将来是成为这样。现在不用，什么都不做，将来能够不在。但那个就不就没这个钱的，起码有嘛说那个，就不蛮大。所以呢，现在什么都不做，只是一直在这个许愿说希望将来怎么样，也不是单单的这样而已哦。但起码有嘛就把它单单的往后做所以呢，为了将来实现，现在开始要这个进行的。那有那样，那边的我们家当地了兄弟了，所以呢，现在在开始这个如何许愿的方法的。这一人给了很多事情，但你把说的就最后年龄就上面说的叫是，顶不能这个你叫为什么？好，再来是一个可以说第二个是什么样的呢？这个许愿申请你做别解脱界强烈的决心，这个部分呢，如何做发愿呢？这个早点了，当年多，当年รับ对了穷噻，当年รับ对了穷的结果了，好办年度龙就看见的这个吧，特别点了，吃点什么，已经如果小事，吃点什么，仅仅如果小事的早。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从这边开始念一下。愿我离世出家时，亲眷资财无所主，一切顺缘如所想，事事如意皆成就。他弟弟大名是，他รับ的穷是他听那个รับ的穷他有嘛รับ的穷多的说是。这个可以说这样，可以说愿我离世出家，什么意思？我既为家至无家而出家者。就是我弟弟弄的，今年嘛รับ的穷的了，俺好的年度龙就看一张，把几年的这个东西รับ的穷รับ中的那么大就那说什么，所以就不要。我希望能够我家有无家做出家这样。然后呢，在一个做出家的路上，要有这个亲疏、眷属以及这个财产来阻碍我，能够希望我顺顺利利的能够出家的意思。那รับ的穷切完了，就是รับ的穷切完了，而且有个吧，就是上班的รับ的穷的上班要去，大洋点了呀，而且忙不用个吧。所以呢，要出家的话也会有障碍的，比如说自己心里面想要出家，但是产生障碍的也是会有的。所以说รับ的穷的上班要的这个样，所以年度堂，这个也把这些了吧。所以呢，就算自己内心当中有这个想要出家的，但是因为自己的左右的亲人来障碍的也会有的。大家他都蛮穷下的。你不要出家了。这种骂他的下头。有时候说你太早出家了。车长的下头。你出家太晚了。这里目前呢，不要把这些个吧。也因此用种种这样的方式来这个出家。当然这个龙卷就是要不这个当嘛都今年把这些个吧。同样的，这个拥有很多的一个这个受用放不下，也会产生障碍的。那今年也那个王八金嘛，我用过吧。除此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个障碍的。财产等我把它那个让那么大过去用完去了，这个其实看也没有说什么，慢慢比较不要。所以呢，这个希望能够将来我成为一个亲信的出家，不要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障碍所阻，顺顺利利圆满。我的รับ的穷的人呢，肯定上去一点嘛的，我的那个人生交通送起来的，根本真把他说话，点白去在，然后来把他说的。
力给他，说能全部受益哦。好，所以呢，如果说出家的话，这个可以说能够支持佛圣教，以及一个具备佛圣教的根基，就会有这样具备殊胜的这个条件。谈到岁数的，老子就人这个今天老说了，这里个对了，毛包，像毛头个一般人那样，慢慢出去的，大家不会了。就算是现在这个季节没有因缘成为一个出家的身份的话，最起码从现在开始要发这样的愿。但这个人生扩大面对农就肯定的，这些面对比点能够，其他上半身的，但是说你往旁大半身都，我这个小是的。好，所以呢，因此可以说，这个可以说，亲眷之财无阻碍，一切顺愿如所想，什么意思呢？祈愿如自己内心所想，能够如实的实现的。当然，因为他说白的，主任的两把刀，环境民主的推荐上的老师。好，这个可以说，再来是第三是什么呢？可以说。领受此戒之后，不受其相反之的沾染者。大家人的话，那都是往些说的，在这个这可能那个，那都是来讲，其实能所以把让你看的讲啊，就是那么大个那辈子就在开农的时候，这把他让今天看到了对，你把那样的快把没有节省的，早的往这个的。好，再来是这样的可以说，这个。我们这边念一下愿出家后生存中，亲教师前所示曰：佛治自信二罪过，永不厌恶自己的身者。我在这个人呢，他比出那个人，往学上那个，我们叫个出去跟人，真的什么话都没有少不了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希望能够这个成为出家众，希望能够这个有机缘出家，这样的话。就能够可以累积无量的这个福德。这个上个层面把这忙不协助的人，只要一想到这样，也能够这个可以说消除无数的障碍。这一个是那对聪明的看的人生呢，其实错一把多是个，那对聪明点的呢，叔叔的呢，其实错一个，我的那特样点的来呢，老大，开路。他那些他，他对从头干嘛？俺叔叔听不到我们要的话，就这个讲嘛的，叔叔开行上去吧，给你，我的那个你别忙鬼呗，那么大把是送到小生用的家里。好，所以呢，这个这样，因为出家之后这个乃至中心自己在这个堪布或者这个在前面能够获得一个清净的戒律，以及这个可以说不受任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失者。那这个是吧？经过那这个国家的看的是呢，那对从你他们其实错一把的送毛多的人呢，真的还是一个王牌，我的那个东北出来老师吧，真的从那我的真的跑不起来的，是吧？通过。好，所以呢，因此呢，可以说即便是一个可以说出了家。然后呢，这个可以说没有好好这个遵守到戒律，在这中间，万一如说过界这样的话，这个呢是自己所守持的这个戒律，实在算是非常的可惜的。这一般现在他对穷人、从出来的，那么那我就送给你呢，我的别人上去比较好，俺上去一点嘛给你一直做啊，我的这个不是说我去用的。好，所以呢，如果说能够这个受戒出家之后，把戒律这个清净的手持，好好的守护的话，不但是他的那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以外，也更加的能够这个成为一个佛圣教的根基者，也更加的一个可以说圆满的。那现在开路平均讲了，那个呢，开朗形式是吧？开路平均讲了，开朗形式，这都是一种人，签的他的一件人吧，这都是开朗式，当然呢，这在人开朗型、健康型是。
接来看了蛮多啊，让心也看了蛮多啊，做这个某个巴士吧，真的，然后中山市呢，接来看了蛮多的，让心看了蛮多，做这个某个现在送到小时。好，所以您这个出家之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可以说，如实的承诺班，这个可以说永不受玷污什么样的罪业呢？这个制定的罪以及自信的罪，永不这个沾染这样的意思。让看了蛮多啊，是对不是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可以说罪这个可以说自信罪这个呢就是讲的一个可以说是罪过的意思。看了蛮多啊，是吧？确实，通常看了都不太有的是吧？看了蛮多是通常都。这边这个可以说有看到嘛？这个佛智自信二罪过罪过。让心也看了蛮多的，接来看了蛮多是印度啊。这个罪过分为两种呢，这边有叫佛智和自信，佛智的罪过跟自信的罪过分为这样两种。那接来看了蛮多是三经的接不起的，你去呢，如果嘛的，你去呢，如果是，你去呢，如果嘛的，你去呢，地位要来送下来，三经的接不起现就是吧。好，所以呢，这个佛制什么意思？佛所制定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罪过者什么意思呢？这样做不行，那样做可行，或者这样做会有罪业，那样做的话不会犯罪。这样所这个佛所裁定的这个叫做这个制定的。这上三经的接不起什么的来说呢，人接来看了嘛，到来说这个少数。如果说这个违背了佛所制定的罪业的话，等于这是一个犯下了一个这个制定罪章。那咱给从的多吧有吧，连农的多吧，给水的多吧，这个三经的接不起的，多吧水小的吧，水少的接不起下的吧。好，所以呢，像这个好比是一个可以说比丘戒沙弥戒，比丘戒与沙弥戒呢，这是一个佛所制定的罪过章。这个三经的接不起相近的，那你看啥点的地方有个什么都天天干呢？现在的有嘛的吧？所以呢，因此呢，如果说这个违背了佛所制定的罪过的话，那个违背的人本身他就会这个受这样的一个罪过的一个惩处以外，他人不会受到这样的惩处的。这个这个接来看了嘛都老实。所以呢，这个就叫做这个制定的罪章。当然，重新看了嘛都老实，这三经的接完嘛就那样，让心给对吧？本来马上是你神经就塞了一呢，对我要把的长毛嘛的对我要了嘛，都第三经的接不起的，对我出去，对我进行嘛的吧？第二个呢？好，所以呢，这个再的是一个自信罪，自信罪什么呢？比如说，假如这个杀死了这个某一种众生的话，这个是有罪过的。这个呢是有罪过呢，是这个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罪过，并不是佛特别这个制定的这样。大部上这个你有没有这个理解这两种的罪过？那接来看了嘛都老实的，接吧接起嘛，看啥体的有个嘛都接吧嘛进去看啥体的有嘛的吧？这个制定的罪过呢，什么呢？对一个特别约束的人上面才会有这个犯下这个制定的罪而已，没有约束的人上面不会有制定的罪章。我再调过去，听我说实话。有没有理解？特别一个印章，我在看了没的情况看，这当然新看了嘛，都是一边呢，各个嘛就解释的，慢慢教过来。好，所以呢，因此这个如实承诺般制定和自信罪，永不受罪沾那个玷污，愿安住清净犯行。这个他曾经慢慢到了，那个就解起，那么之前。这个愿永远安住在清净的犯行之中的。我在这个呢，通过别人的呢，啥的，那肯定有人现在别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说出之善愿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但最主要讲是马进，马早就老的用了些什么生马挂蛋，是吧？就生马挂蛋。好，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回去之后有时间的话，这个自己已经讲解开示过的，
这个根本文首先这个一来慢慢的念，再来这个体会一下所开示的内容，了解一下。